呢個我專登講嘅，要回答問題㗎。有參與㗎。阿楊 Sir 會考你哋。而家咧開始之前咧，將前面試攞曬曬啲責任。好建議㗎嘛。係啊。呢個煙幕嚟㗎，煙幕成幕就係。就知你係唔錯呢行，但係為咗因為唔錯就點樣慳能源嘅宣傳咧，有個團體咁我哋團體係下個禮拜六喺西屋嗰度有教會度有端午墟市啦，有端午嘅市集啦，咁亦都有一個乒乓康細協同佢哋嘅乒乓球，做住先，乒乓球遊乒乓球遊裏邊嘅語言文化嘅宣傳喺度，同埋仲有一個藝術，同埋一個義賣嘅係啦，宣傳喺度係啦，咁大家可以過嚟攤下喺度。完咗之後咧，如果你之前係敷Westminster 嗰邊登記嘅話咧，係預咗有份嘅俾大家嘅。咁但係填完表，跟住然之後可以同我分講份嘢食咁樣好唔好啊 ？OK， 好，多謝大家，我出示先啦，你隨時介紹先。好，事不宜遲，咁我哋正式開始我哋今日一個公民廣場嘅討論。你都睇得好拘謹我哋係有兩位嘉賓入面佢主講之餘咧，最主要係有部分時間咧，一半時間咧，希望大家一齊討論。即唔係今日唔係聽書，係大家嚟圍爐，係希望將今日嗰個我哋香港人身份嗰個標題，希望唔係淨係喺呢度討論，你可以帶翻入去。特別係如果各位係有喺區度有搞活動，我講呢個主題帶翻去繼續討論咧，好重要。咁今日歡迎大家喺612我哋7週年呢個時間咧，就聚埋一齊，就探討下香港人身份嘅呢個傳承。咁今日有兩位嘉賓咧都遠程嚟到嘅，一位係楊怡博士，咁咧張嘉莉咧，我哋前香港區議員同埋藝術。事不宜遲，我交個咪俾兩位。用咪 O K 啊？咁我驚會重新希望夠響咧，因為啲稀FIFA太勁啦，隻眼我已經開唔到幾日嘅呢個，但係轉咗翻嚟 O K 冇問題，最緊要有意思。咁就612
翌日啦嚇，咁講呢個同學其實就好有意思嘅。咁但係我哋又不得不諗一諗，就話我哋成日提香港人身份認同點樣成全啊成，其實背後好似有啲張力，係咪啊？我哋好似有少少驚呢個身份會消失，我哋好想做好多嘢嚟到去啊！嗰啲人都係原來有錄影，我有錄影，好，好舒服啲，唔使嗌。係啦，咁成件事好似好有張力，係咪啊？我哋好驚呢樣嘢會消失，我哋好想去做好多嘢嚟到去，即係鞏固佢、維係佢、宣傳佢。咁所以我哋就會不斷咁搞好多嘅活動啦，即係圍爐啊，或者係即係大嗰時大至六四啊，即係香港運動啦，我哋又要好多嘅聚會啦，或者係即係廣東話嘅承傳啦，我哋仲用好多嘅方法想去即係維係佢。但係其實呢啲嘢背後嗰個嘅張力或者嗰個嘅即係擔心，需唔需要呢一個香港人身份認同係咪真係會消失？嗱，我今日時間唔係好多啦，其實我都準備咗啲 PowerPoint，我淨係呢一 part 我可以講一個鐘頭，不過我盡量即係3個字左右去講晒。嗱，我首先將個結論講出嚟先。我嘅睇法就係話，成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其實係中共有份去塑造、逼出嚟。即係沒有中共就沒有香港人身份，所以其實佢做咗呢樣嘢出嚟之後咧，呢樣嘢係唔會消失。佢只會係一個大與小、多與少、大與細嘅分別，係啦。咁就但係佢唔係一個有與冇嘅分別。呢樣嘢其實係已經係覆水難收，出現咗之後咧就唔會係消失㗎啦。咁點解咁講咧？我就用一啲嘅歷史嘅資料同大家去即係追溯翻成個嘅源流，係啦。咁俾大家一個嘅即係清楚嘅印象嚇，希望派少少定心丸啦嚇。咁就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啦。一陣間我哋可以去討論。好啦，咁成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咧，有個講法咧就話因為70年代嘅時候，香港嘅經濟起飛啦，咁所以中產社會出現咗啦，咁我哋就有個香港人身份認同出現咗啦。咁似乎係話經濟因素好重要係咪？咁如果啲經濟因素好重要嘅時候，我哋不得不問一個問題咯，就係話香港真正經濟起飛係幾時？唔係70年代喎。大家香港最早登上歷史舞台係幾時啊？幾時會廣為全球嘅人知道即係香港嘅存在啊？有冇書大家有冇睇過啊？80日環遊世界，1870年代，即係香港開咗埠之後20幾年，香港已經登上咗世界舞台，成為咗全球一大嘅轉口港，甚至乎去到19同20世紀嘅交界呢一個點嘅時候，香港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嘅港口。但係嗰陣時我哋冇香港人身份認同，係咪啊？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呢個唔係純粹經濟現象喎，呢個應該係一個文化同埋歷史現象喎。沒有政治因素，沒有英治嘅話，其實呢樣嘢係唔會出現嘅喎，係咪啊？咁所以成個故仔應該點講咧？咁樣我哋嘗試就開埠講起啦。好啦，開埠嘅時候咧，其實由至到而家，我哋經歷咗3個階段嘅身份認同，或者3個狀態。嗰時佢之前冇香港人啦。嗰時開埠嘅時候，其實香港得嗰啲嘅村民啦，即係嗰啲叫農村啦。咁大陸過嚟嗰啲人咧，其實即係大陸嘅官方咧係叫呢班人匪嘅，即係嗰啲邊緣化嘅人先會即係衝出大陸嚟香港嚟揾食嘅啫嘛。所以呢班其實全部係俾人哋邊緣化咗嘅匪民。好啦，咁呢班人去到即係香港同埋九龍真係割據咗之後嘅話咧，安頓咗落嚟啦。慢慢嘅話咧，我哋唔再稱呼佢做匪咯喎。咁要叫乜嘢啊？僑咯，華僑咯。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呢樣嘢。1925年嘅時候咧，香港有份新嘅報紙，去到90年代，好似94年，係啦。咁華僑日報，即係華僑日報意思係overseas Chinese 啦。咁即係話呢一班人咧，其實佢哋身份認同咧都仲係中國人嚟嘅，只不過僑居於香港呢一個英治嘅地方，係咪啊？咁所以其實一段好長嘅時間，由19世紀末去到即係香港人身份出現之前嘅話咧，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啦，即係我哋先輩咧都稱呼自己做僑嘅華僑。咁所以呢班華僑嘅話咧，其實就點解會成為一個即係咁大即係咁鞏固嘅即係身份認同咧？我哋可以參考翻呢啲咁嘅書，同東華三院好有關係嘅。點解咧？其實東華三院唔係淨係辦廠，唔係辦醫院嘅喎，一開始係辦乜嘢？義莊。點解呢樣咁重要啊？因為我哋死咗之後，我哋係要翻返去自己故鄉㗎嘛。
個唔係淨係香港呢個地方獨有嘅喎，成個即係有華僑嘅地方美國澳洲東南亞嘅話，都會做呢樣嘢。咁所以香港只不過係成個華僑網絡裏邊一個重要嘅點啫，佢唔係一個點。咁所以東華醫院咧，當其時就係即係靠一個義莊，將你作為一個中介點啦，將全球嘅華僑嘅遺骨喺呢度做一個轉介，即係唔單止係經濟轉口港，仲係遺骨嘅轉口港，係嘛？咁就呢書好多嘅，你睇翻即係呢個咩三聯，即係成個系列嘅，係。咁就所以咧，其實喺49年之前嘅話咧，東華醫院就做緊呢一個咁嘅角色。咁所以聽我哋有籍貫啦，知道你做開喺邊度咯，係咪啊？咁呢個唔係淨係手冊上面有用喎，而實際上面即係個籍貫就話俾你聽，我死咗之後我葬喺邊度，同埋你喺香港裏邊咧就去參加同鄉會嗰啲成就維係住成個咁嘅網絡。好啦，咁但係呢個 function 幾時完結啦？原來同共產黨有關，因為中共即係立國之後嘅話咧，中港呢個邊界就即係形成咗。咁咩意思啊？以前冇邊界，真係冇邊界嘅喎。以前其實就好似北愛同埋愛爾蘭咁樣，係一個 soft border 嚟嘅啫喎，即係你唔需要證件就可以通過嘅咯喎。咁所以其實當其時咧，譬如話有一個人好出名嘅，你睇翻唔知3年定幾多出版社啦，都有出過佢嘅書嘅，有一個叫黃佩佳嘅，係一個旅行家嚟嘅。咁就係喺香港嗰時30年代咧做一個 junior 嘅即係公務員，咁放假咧就會係翻去即係廣州盤溪嗰啲飲茶。咁但係其實閒時咧，佢又好中意喺香港裏邊行山嘅喎，咁所以就寫咗好多啲咁嘅遊記啦。咁佢係第一代有香港意識，但係依然都係認同即係大陸呢個身份認同嘅人，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嘅有呢啲咁嘅人，但係問題佢都仲係即係懷住一個即係香港嘅大陸嘅身份，咁而來遊走於中港邊界之間。但係呢一個情況咧，去到去50年代之後就唔存在咯喎，因為要封鎖邊界啦嘛，封鎖即係。大陸已經情快咗啦，係咪先？咁就去到後尾咧，就50年代嘅時候，就要甚至乎有埋身份證添，係啦，身份證添。咁所以香港身份證呢樣嘢咧，的而且確係呢個香港身份認同嘅一個重要嘅轉捩點，係咪？有呢張身份證嘅時候咧，就代表住香港人同大陸人或者中國人之間咧，係有一個認同或者係個法律地位上面嗰個本質上面嘅分別。好啦，真正分別咧，去到60年代開始發生啦，就係話，就算你即係之前你點認同大陸都好咧，因為大陸嗰個即係變化太大啦，咁開始有文革好多啲政治運動嘅話咧，咁我哋嗰邊就覺得香港經濟既然係起咗飛啦，咁大陸政治又咁差啦，咁所以我哋香港咪有一個優越感存在住，香港喺經濟底下咧就好繁榮安定，大陸嗰邊就嚟做，以至於咧。我自己都做過㗎，因為我70年出世，咁我就經常咧同屋企人咧去到佢70年代尾嘅時候咧，就支援祖國建設，拎住個擔挑好多嘢翻去，係啊，甚至乎爛鬼膠袋都值得袋俾佢，因為嗰時膠袋係一種好奢侈嘅嘢嚟㗎，係啊，惠康膠袋好值錢嘅嗰陣時，係啊，咁所以就即係連埋啲收音機洗衣機電視機咁嗰啲咪即係台翻大陸咯，係啊。咁所以香港就扮演咗呢啲角色，咁所以無形中咧，你會見到就香港雖然係有好多人都仲係認同香港嘅嗰個即係大陸嘅身份，但係你會覺得優越感咧，令到你覺得中國之間係有一個分別嘅。好啦，咁即係去到70年代嘅時候開始有一個新聞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出現咗啦。咁但係真正鞏固呢樣嘢嘅人咧，都仲係中共。因為你要收翻香港啦嘛，咁所以佢要有呢個叫做聯合聲明啦，50年不變啦。50年不變嘅基礎就係咩啊？當時鄧小平喺1982年嘅時候咧，提出咗一個16字方針，有冇人背得出？唔知啦。嗰時其實好即係一個報紙成日講嘅，叫做咩啊？馬照跑？唔係馬照跑3個字啫。咁港人治港，嗰陣時咪一國兩制，制度不變。保持繁榮，港人治港，係啦。咁所以呢個16字方針咧，其實已經講到俾你聽兩樣嘢。第一就係話，喂，你講到明係即係呢個有香港人身份認同嘅喎，係咪先？咁仲有收回主權喎，你唔好賴香港，即係以前一直都係香港，都係大陸嘅領土喎。頭先你講過係要收回主權喎，主權係屬於英國嘅喎，係咪先？咁呢句説話其實係好重要嘅。咁當然呢個後話啦嚇。咁但係正因為香港嘅政治狀況需要改變嘅時候咧，就提出咗港人治港呢一個咁嘅口號同埋政策，咁令到
港人嘅身份認同咧，唔單止係民間裏邊出現咗咯喎，而係政策上邊、政治上邊已經鞏固咗咯喎。好啦，咁呢樣嘢一旦成為咗一個即係政策嘅時候咧，咁好多配套就會出現啦。咁嗰陣時，仲有呢個係我有兩圖喺度，收回主權，保持繁榮，制度不變，港人治港，仲要我係 call 呢個建制嘅媒體出現名單啊，唔好大數啊嚇。係啦，咁跟住咧就民間做啲咩咧？呢個就不得不讚三權嘅又係，大家有冇睇過呢一個叢書？80年代嘅時候出嘅，即係我呢個年紀就應該會見過，後生過我嘅話就未必見過。呢個叫做咩咧？古今中外系列啊，咁就出咗我諗起碼有40-50本呢啲咁嘅掌故式嘅書籍啊，有日佔時期啦，有賽馬啦，香港嘅報業啦，甚至乎即係妓女行業啦，咁諸如此類，好多呢啲咁嘅書。咁所以其實就係香港歷史上面第一次有系統地整理香港歷史同埋掌故嘅呢個咁嘅即係行為，由三聯做。咁所以呢一紮書咧，按 top of 我哋成日話咩嗰陣時咩菠蘿包啊、奶茶呢啲即係身份認同之外嘅話咧，就係俾咗我哋好多素材，話俾人聽香港嘅人咧，佢哋嗰個身份認同背後有啲乜嘢嘅文化嘅資源去支撐住。咁所以如果英國嘅 CIC 佢集埋一套嘅話咧，好多嘢可以做。試下喺度。我有少少。係啦，嗱，所以網上邊咧，你見到咧，都仲有一啲咁嘅書存在住喺度嘅。即係有資源嘅，我睇下可以揾得翻幾多翻嚟啦。有啲係網上版都見到嘅，但係就有好多已經出晒版嘅。好啦，咁所以去到呢度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就話，其實成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嘅話，嗰個出現唔係香港人自己話，哎呀，我要認同係香港，我所以要香港人身份認同，而一個好自然嘅過程。去到49年之後，係中共令到中港邊界即係封鎖咗，係佢後邊種政治嘅嗰種腐敗不堪，令到我哋香港人覺得，我哋同大陸之間咧，因為好多嘅政治運動，我哋見到佢即係咁腐敗嘅話咧，就覺得自己有個優越感存在住喺度。再到後邊嘅話，政策上面一國兩制嘅出現嘅話咧，令到佢要去培植一班香港人嚟到幫佢嚟到管理呢個嘅政府。當其時其實就係佢冇預計，好似而家發展得咁差啦嚇。咁所以一廂情願覺得可能自己應該係好嘢嚟嘅。咁但係就助長咗香港人自己嗰種自治嘅氣氛，或者甚至乎係自立啊、獨立啊呢啲咁嘅嘢就會隨之而嚟。好啦，咁再加一個因素就係咩咧？當其時可能即係唔係咁大嘅影響啦，就係話而家我哋之所以喺香港喺英國嘅話咧，就係 BNO 係啦。BNO 其實就係除咗中國之外咧，另一個因素令到香港人身份認同咧係鞏固咗。好簡單嘅一個現象就話就算而家大陸人攞高才優才計劃嚟到香港住夠7年，攞咗港人嘅身份嘅話，佢同我哋分別就係咩啊？佢哋冇 BNO， 我哋有，係咪？咁所以英國政府即係俾咗我哋 BNO 嘅時候咧，其實係令到嗰班所謂舊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同而家嗰班嘅話咧，就係一個好標誌性嘅即係不同。咁呢個其實係即係長遠嚟講係令到即係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可以鞏固咗啦。咁再加上就話呢樣嘢引起咗中港兩個政府之間即係要對付即係 BNO 嘅人我哋唔可以去攞翻嗰個即係強積金即係嚟到搞我哋啊！咁佢哋搞 BNO 嘅人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從另一個道理去鞏固咗啲身份。我哋俾人搞啊嘛，咁所以我哋咪呢班人係成為咗獨立嘅個體咯，係咪？咁類似嘅例子好多嘅，應該有機會我哋再嚟講。好啦，呢個就係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唔介意啲人攻擊香港嘅人，或者攻擊黃絲，或者攻擊即係我哋移居嘅即係呢班香港人。我哋敵人就係呢一種嘅圖咧，即係喺網上好多，即係隨住譬如而家即係已經咗即係一段時間啦，佢會隨住即係一啲嘅個案，譬如話你住得唔慣要換樓即係喺呢度打份牛工又冇娛樂又有悶咁樣，即係香港嘅媒體臨時嘅話會用好多啲咁嘅即係素材嚟到去補即係在呢個香港人。但係呢個補背後嘅話，其實佢要承認一樣嘢就係話有移民存在咯。呢班人其實係攞得 BNO 有好多基本嘢佢哋唔可以抹殺㗎嘛。咁
所以其實越係佢抹黑嘅話咧，其實就幫助緊我哋將個政治現況咧延續落去。其實佢係另類嘅一種宣傳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個人喺 Facebook 嘅話，我就好中意即係借呢啲嘢有時會即係揶揄下佢啊，咁即係打嚟啫嘛，係嘛？咁所以有人幫你嚟到去抹黑嘅話咧，其實即係我哋應該善用呢啲資源啊。咁呢個即係盡細嚟講啦，因為呢個唔係我今日要講嗰個重點。好啦，重點就係咩咧？其實就係我講埋呢個 point 應該就可以交俾Vera啊。咁就我哋其實好多時候係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咩咧？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由70年代開始至到而家，中間經歷咗即係好多政治運動啦，2010年代至到即係而家都10幾年啊，即係當中其實發生咗好多事，尤其是係我哋有好多好即係好 icon 式嘅人物，譬如話梁智英啊、47人案啊呢啲，其實呢啲長遠嚟講係一種嘅政治資源嚟到幫我哋鞏固嗰個即係身份認同嘅一樣嘢，甚至乎係有助於將來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個新嘅抗爭運動啊！咁當然我唔係話叫大家做啲非法嘢，但係我哋喺歷史嘅話咧，其實呢個歷史上面嘅 continuity 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咁所以我就想揾翻一個即係類似嘅案例同大家分享。咁就係大家知道啦，即係清朝係1644年嘅時候建立，係嘛？咁原來就1912年嘅時候就即係冇咗啦，咁啊成中華民國啦。咁但係其實呢到200幾年嘅話咧，其實有一個即係我哋讀歷史嘅時候讀得好廣義，話俾人聽去到後尾孫中山或者佢啲革命嘅同志，咁就推翻咗呢個滿清政府。但其實係咪咁簡單咧？唔係喎。咁其實如果你刮深啲去睇嘅時候，去到清末嘅時候，好多嘅革命黨人其實係善用緊明末清初嘅歷史嘅案例。嚟到去建構一個革命嘅必然性，佢哋點解要推翻呢個嘅清政府？咁就咩？嗰啲揚州十日家庭生活大家都知啦嚇，即係話嗰啲即係清政府即係點樣殘害啲漢人。咁但係有好多即係明末清初嘅重要嘅抗爭人物咧，其實去到清末嘅時候，佢哋仲存在喺即係革命黨人或者係當時中國人嘅腦海裏邊。其中一個就係而家大家畫面上面所見到嘅張無儀。應該未聽過啦，咁因為而家我哋距離嗰時好遠啦，距離清末嘅時候革命黨人嗰個嘅宣傳嘅時代亦都好遠啦，咁所以有啲嘢咧textbook 冇，即係歷史教科書冇，咁都自然就唔知。咁但係呢個張無儀係咩人咧？咁嘅樣，咁就係話當時係明末清初嘅抗清嘅名將。咁明朝完咗之後咧，有一個所謂嘅南明啦，政府存在住喺度，即係正如好似後尾即係之前南宋嚟到香港咁樣情況係咁樣，即係話中央嗰個亡咗啦，咁一個小嘅中央政府即係生成咗，咁就佢係喺一個抗爭嘅政府裏邊啦，南明裏邊做到係兵部尚書嘅，個官都唔細啦嗰時。好啦，咁佢曾經就係喺杭州以東近海嗰度有個叫舟山咁喺嗰度做咗根據地即係扶植嗰陣時嘅南明嘅政府，咁然後想去搞辦法嚟到去即係再擴張上去即係攞翻個中央政權。咁講到舟山嘅話咧，其實香港識歷史嘅人都知㗎啦。一開始嘅時候即係英國政府唔係想攞香港㗎嘛，想攞舟山。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同我哋香港人咧有多少少嘅情感嘅關係啦。所以點解我要介紹呢個人俾大家去知係啦？好啦，咁後尾咧，因為其實佢唔單止好似而家咁嘅文人嘅模樣㗎喎，佢係一個勇將嚟㗎喎，抗爭派㗎喎，帶兵㗎喎，係咪先？咁就去到後尾被捕嘅時候咧，就慷慨就義咗啦咁但係去到死咗之後咧，佢就事蹟係廣為流傳啦咁就係去到去清末嘅時候，有革命黨人咧就遙遠追封翻佢係清末嘅革命精神導師唔係靠吹水你有證據嘅喎。呢個咧就遲咗就細一啲啦，咁就呢個咧就係去到1902年都冇記錯。咁當其時咧就有一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做支那亡國242年嘅紀念會成立咗，係啦。支那呢個詞其實一開始係一個正統詞呢個我講得一句就話，因為嗰時既然清朝唔用得中國呢個字，當時冇人即係想去用，因為已經舊嘅嘢啦嘛。咁佢覺得日本用嗰個字支那好嘢嚟喎，
咁所以其實係10幾年裏邊最少波斯革命黨人係用緊支那呢個字呢個後話啦。咁呢個當時係咁樣啦。咁就你見到紅線嗰度畫住嘅話咧，其實搞革命嘅時候唔可以話而家我想反就反㗎嘛。你要即係揾翻以前嘅精神領袖出嚟嚟到去追捧翻佢。咁嗰兩行裏邊咧就話俾你聽，唔同省份嘅人都有大家標誌性嘅嗰啲人喺度咁其中一個頭先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嘅張宏賢啦咁所以呢個話俾大家聽就咩咧？唔好以為一啲過咗去嘅嘢或者人或者事係即係唔重要。逢親一個政治運動，佢哋都會盡量揾歷史資源嚟到去即係支持翻成個嘅運動。清朝如是，西方呢個以色列復國亦都如是。不過今日可能冇即係時間可以去講啦。咁呢個將來有機會再分享。咁就係咯，當時即係呢個張宏賢去到清末嘅時候，先係幫佢出一個全集，叫做《張蒼水全集》咁呢個變成咗唔單止係明末嘅一個歷史文獻，仲成為咗革命黨人嘅即係精神嘅支柱呢個都幾有趣嘅事。係啦，咁就不如我將個時間交俾 Karen 啦，一陣間有時間我先再講翻即係一啲我有等佢做嘅一啲研究啦，或者係即係將來嘅 project 係咪？好。唔該晒，好精彩嘅，已經由清代一路數咗係明朝啊，明朝一路數到落2026年。好。咁我嚟緊會頭先 remind 我有少少最近一啲翻查啲資料嘅時候係睇到嘅一個藝術界嘅現象想回應下，跟住我會有幾個但係我自己睇香港社群、英國嘅香港社群其實都有啲擔憂，雖然頭先兩上覺得都好正面啦，其實我哋有大段嘅歷史資料可以撐到我哋撐起成個香港人身份啦。但係好贊同最尾後來兩上講翻，從歷史之中去揾啲證據。咁其實譬如依家最近有機會去台灣參觀台北睇啲歷史，其實佢呢期其實台北、台中嘅博物館基本上嘅大論述框架就係去追溯翻譬如日治時期、日本colonial 統治嘅時期裏邊嘅裸體藝術嗰啲啦，咁裏邊嘅藝術家當時做緊咩？但係其實譬如國民黨去到執政嘅時候，其實唔會去提呢啲歷史嘅，亦都唔會 highlight。其實呢班藝術家曾經係被遺忘咯，但係係啦，依家最近10零20年係歷史學者好努力咁樣揾翻啲資料啦，重塑翻當時佢哋做嘅創作。咁裏邊好得意嘅，譬如睇到當時嘅台灣人，佢已經有去日本讀書㗎啦嘛，跟住佢又會有時去上海、北京或者講即係總之嚟對韓嘅交流嘅時候，佢會係自己感覺到自己兩邊都不是，佢又唔係日本人，又唔係中國人，即係其實嗰個台灣人嗰個身份已經好明顯係好突出。咁於是佢哋再依家嘅台灣政府亦都好支持啲歷史學家咁再揾翻啲資料，再發掘翻從可能係佢哋嘅畫等等嗰度，再講翻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嗰個台灣人身份嗰個建構係點樣嘅？我亦都當然跟住最近因為咁樣去睇下台灣發生咩事咧，於是就睇到其實譬如7幾年嘅時候，75年嘅時候咧，其實一班香港嘅水墨畫家咧，佢哋以前咧，即係70年代之前咧，其實只有可以譬如喺倫敦做展覽嘅時候咧，先至會被稱為 Hong Kong Art Exhibition， 真係好明顯 Hong Kong Art 咯。咁你Commonwealth 呢個嘅英聯邦裏邊，咁咪個個都有自己個地域個名，咁亦都好順理成章啦。嗰陣時英國政府亦都係前後都係做緊呢啲去籍嘅工作，咁亦都好鼓勵大家用翻自己地區你哋自己認為嗰個名稱係點樣嘅就講啦。咁但係其實去喺佢香港啦，其實去其他地方參加大展咧，其實好難嘅。譬如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大展係聖保羅商業展，咁就以國家呢啲大展以國家名義。咁如果有啲香港藝術家，就算收到巴西嗰邊嘅邀請啦，其實去唔到嗰度以香港藝術家身份去參加嘅60年代嘅時候，咁佢咧有啲辦法嘅，因為嗰陣時台港嘅文學藝術朋友都好多交流嘅，咁而台灣政府亦都好喜歡，我哋有啲華僑朋友過嚟一齊去展覽，於是咧佢哋60年代嘅時候就會透過台灣政府嘅歷史博物館，然
之後就即係佢 open call 就我哋都參加啦，然之後就去咗巴西展覽，但係都係 under 台灣。咁如果你唔知道嗰個 artist 本身香港人，你唔會知道原來曾經有香港人參加過個藝術展。但係好有趣呢個台北嘅國立歷史博物館啦，佢75年嘅時候咧，就曾經幫一班香港現代水墨藝術家做過一個直情就叫做香港現代水墨畫展，直情係 highlight 住香港。咁其實嗰個時期又好有趣，因為就係係啦，大家知道71、72年中國入咗聯合國，跟住其實佢係開始主動出擊，即係亦都民間開始冇咁係啦，開始退落嚟啦。佢哋亦都主動出擊，參加多啲唔同嘅國際展覽嘅時候，咁於是令到嗰度有個契機，有個好似老夾縫咁樣，令到喺台灣嘅表演人就會讓香港人可以用香港人嘅身份去參加呢個事情。咁呢啲都覺得，我都一路睇嘅時候都覺得嗰段時期好有趣啦。咁但係當然都冇係，即係我哋自己藝術界咁樣咯，其實亦都好少去睇呢啲資料，或者去追溯翻咁。就算我哋有冇 artist 有冇曾經好努力咁樣喺呢個香港人主體性嗰度去思考咧，其實如果你追溯翻，其實真係有。因為當一班香港藝術家佢要去台灣做一個香港藝術展嘅時候，佢哋真係有寫策文章去諗啊，咁點樣為之香港藝術家？咁佢真係有個 list 寫出嚟，有個 rationale。咁其實喺嗰個時期已經係好明顯，佢哋自己有個諗法。但係我哋當然就即係之後會其實好少去有機會討論我哋文化界或者藝術界其實點樣喺香港呢個主體性嗰度去要我嘅咩思考，其實就好少去成傳。咁但係可能依家2026年啦，都係一個時機，我哋要去再畫翻啲料，去了解翻其實過去係咯，已經有時用個先輩佢哋點樣係走過嚟。其實我哋有啲嘢可以，佢哋可能建立咗啲基礎，可能我哋係可以再標落去，而唔係乜都冇嘅，唔係話以前就係香港就係唔係花生乜都冇嘅，咁其實都唔準確嗰個表述。咁跟住其實我想提，可能我提出幾個問題先，跟住我就會去一啲 exam， 然之後我好快咁租兩張相有啲 exam 即係因為雖然好似都有好多歷史資料可以好廣闊，講到我哋香港人身份嗰個認同同埋成全，但係現在譬如我喺我飛仔出嚟話，咁我哋而家有時會討論，好似越嚟越少人出現喺一啲嘅集會運動裏邊喎，咁係點咧？係咪大家即係淨係網定係有啲遺忘？即係個記憶個成傳可以係點樣做咧？跟住另外當然有朋友亦都好擔心因為個中文或者香港語嘅語境其實真係喺英國係唔係一個主流啦。咁冇呢個語境，我嘅下一代點樣去係咯？又學唔到香港語喎，咁可能寫嘅第時又寫得唔夠好，咁點算咧？咁但係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統戰嗰啲勢力其實好勁抽，咁除咗即係 ETO 外好明顯啦，根本就係用晒資源喺英國去搞activist 啊。跟住另外我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東匯大學有一班 researcher 喺英國唔同嘅城市做關於粵劇嘅講座，而佢哋嗰個 centre 其實就係幾年前嘅，幫佢哋開幕嘅時候就呢啲可以係幫我哋國家做事啦，呢啲嘅機構，即係佢係用緊一個大中華嘅同埋 pro-CCP 嘅論述去講粵劇。好啦，咁但係譬如喺英國，咁可能我哋香港人都會好易去理解到，或者相對容易啲去分析到邊啲資源係嚟自中國係背住係其實有統治嘅目的嘅背後。但係 local 英國人佢咪就都係 Cantonese opera 咁佢咪去睇，即係 Chinese culture。即係有時我哋對外嘅時候又點樣去，即係呢啲都係一集問題。我哋一齊傾。藝術對外嘅時候，即係非香港人嘅族群嘅時候，點樣去釐清 Chinese 或者 Chineseness 呢個名詞咧？其實又好似唔容易，因為喺英語嘅語境裏邊，其實都唔夠咁多 vocabulary。即係譬如我哋講我哋可以話有香港語、香港人、華語、係咯，咁中文咁國語其實即係都有好，因為每個詞語背後其實都代表緊佢有一啲嘅唔同嘅政治嘅 position 啦。咁但係喺英文裏邊又好似好籠統，都係 Chinese culture。咁係啊，我諗呢個係即係都係一啲大家會可能一啲問題嚟嘅，需要注意嘅問題。但係
另外本身我諗住但我準備咗有2個 example 咧，其實就想講翻除咗嗰個身份嗰個議題裏邊，會唔會有一啲係可以喺情感上嘅聯繫嘅？而嗰個對於身份文化身份嗰個嘅一路建構同埋成全，其實都會重要啦。因為譬如近年唔少嘅社會學嘅學者，其實可能以往 social science 都會去講我哋嘅身份認同係比較 political policy 嗰度去諗嘅，咁嗰個都好明顯，我哋大家會知道。但係近年都多咗一個方向，就會去探討其實一啲情感上嘅聯繫點樣係令到呢啲 identity 去可以係幫手去建構啊，同埋去到成全啦。咁所以之前就同另外出條一個e-studies 嘅學者朋友經過咁啊合寫咗篇文，咁我哋攞咗一啲 case 咧，就係都係近幾年香港人喺英國做嘅一啲嘅 art exhibition 或者係 community based 多啲嘅，咁裏邊有啲嘅作品咁樣，有啲細節嘅東西，有啲攝影啊。咁另外其中有一個 case 我可能想講多少少，因為我就想講其中一個我會認為都可能有用嘅策略啦，亦都可能係大家試下其實已經做緊嘅。其實就係有冇可能喺我哋現處嘅個地方，可以揾到一啲我即管叫佢做 anchor point 一啲嘅俾我哋做駐腳嘅一啲點子，去構連香港人嘅文化歷史咧。咁譬如我之前好有趣嘅21年嚟英國嘅時候啦，咁喺出邊就認識咗一個半香港即係 half British half Hong Kong 嘅一個喺度土生土長嘅 artist。咁但係佢正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2021年疫情嘅時候，其實都有個 Asian hate 嘅問題。如果個超時或者派嘅俾佢圈啊，我講埋呢個就OK。係啦，咁嗰陣時令到因為 Asian hate 個種族嘅問題啦，令到呢度有班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嘅 artist 佢哋或者文化人啦，咁佢哋就係團結起一嚟咧，就係去到再探討自己嘅身份。其實有時我即係當我聽到佢哋講，跟住我諗唔係喎，美國 American Chinese 或者 American Asian 好早已經喺新聞時同人家已經講咗好耐㗎喎，即係你點都做好耐。原來呢邊嘅英國嘅呢邊嘅 East Asian 係你依家2020年先至開始問呢個問題，咁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好特別嘅。咁當然因為我亦係嚟自東亞㗎啦，咁香港，咁我就當時就同佢哋一齊有啲嘅交流嘅翻入嚟。咁裏邊其中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佢哋有指出到喺英國嗰個狀況係當時 Asian hate 嘅情況，因為又驚大家有武漢肺炎啦咁樣啦，咁有啲唔同嘅人，佢一見到黃面孔嘅就會覺得其實係 Chinese，即係佢直情會用話你係 Chinese， 你係咪有啲咩問題，或者即係其實係一啲好種族標籤嘅東西。咁但係其實唔係黃皮膚就係中國人啦，或者咁所以佢哋其他嚟自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嘅一班朋友仔就出嚟去討論究竟即係 who are we 啊，其實即係佢就問緊呢個問題。咁都當然好有啲似頭先上講香港人嘅情況，就係其實有啲外來嘅 challenge 嘅時候，你嗰個族群你就會再聚合埋一齊係去思考自己嘅主體性啦。咁但係譬如咁我之前於是認識到 artist 就有參與佢一系列嘅一啲嘅workshop 啊，同埋啲 performance。咁啱啱嚟講就係即係用翻我香港人嗰個新嚟嘅呢個香港人嘅角度，同佢哋去交流，同埋去develop一連串嘅 performance 啊，去互相有個 dialogue。即係我當時嗰個角度都係因為大家都真係有同樣面對同樣嘅一啲嘅問題要去思考。當然我哋個背景又都唔同啊。咁但係當然嗰個另外個交流裏邊其實係會有衝擊嘅。我唔知大家有冇認識一啲喺呢度長大嘅華人或者香港人，即係我會見到點解佢一開始討論或者去諗做一個創作係關於佢自己身份嘅時候，佢第一個 work 係用三星，知道三星係咩？即係福祿壽嘅公仔，因為睇佢呢個 artist 都係可能30幾40歲，即係佢嘅年代，佢嘅
印象佢爸爸都係大埔啲原居民，跟住好耐以前就嚟咗呢度開餐廳館，咁佢就喺度大㗎。即係佢嘅 cultural linkage 個 memory 關於香港嘅，就係、是、爸爸喺香港唔知幾時翻完香港再帶翻嚟嘅嗰差唔多副手。跟住我有跟過呢個 artist 去同一啲即係都係早期嚟嘅啲香港人嘅屋企就訪問，跟住真係佢哋真係會，即係好多屋企都仲有擺呢啲嘅公仔咁啊，佢哋叫三星呢三個神仙，咁所以係有一個間距有距離嘅，所以可能呢個裏邊亦都會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一路即係譬如我哋好清楚，我哋有班頭先話舊香港人香港人有 BNO 嘅一班香港人，跟住另外又係有一班新嚟咗香港住嘅香港人，咁我哋一定會有時空上同我哋 cultural memory 一定又會有唔同嘅發展。咁其實點樣有冇討論有冇對話空間嘅之後，呢、這個香港人嘅身份一路演變嘅時候，其實會唔會係咯？會唔會一路演變或者分裂或者好多元？其實我自己本身立場就會覺得係會嘅，亦都唔係壞事嚟嘅。但係個 core 係乜嘢咁？可能我哋可以大家又可以分享下。咁最後就係咯，統戰嗰度都冇乜辦法，但係可能真係要再諗下點樣我哋可以強化多啲同唔同嘅族群講係 We are Hong Kongers，而嗰個 Chinese-ness 嘅華裔嗰樣嘢係即係好似佢哋都係有拉丁語系咁，唔一定個個都係或者美國人都會講所謂 American English， 但係佢唔係 British 啊。即係我諗呢個如果用呢啲例子，可能我哋同老土交流嘅時候，有可能可以更加令佢明白到啩。所以有一集問題係可以大家。各位朋友有冇啲咩想回應？已經有朋友想問，有3個手已經。多謝兩位講者分享，即係覺得都有一種問題，呢種空間都係幾好嘅一個機會嚟嘅。咁啱啱聽到 Clara 佢討論，譬如話即係點解好似呢度我唔知叫 first generation 定 second generation 嗰啲嘅 artist， 可能佢哋真係到問佢先會諗自己嘅背景啊，或者一啲即係佢哋嘅身份認同啊，即係好似頭先提到話，好似喺美國嗰啲，佢哋好早就已經有呢啲討論咁樣。之後我都想自己個人嘅經歷分享下咁樣啦。咁之前我就認識一個即係一個人，佢係研究緊喺英國一啲 British Chinese 嘅族群嘅，即係裏邊可能 demographic 或者一啲乜嘢嘅變化咁樣。咁佢就係用一個即係呢啲 Chinese takeaway British Chinese food 嘅角度出發啊。咁之後我哋同事之間就一齊討論，咁之後其他同事就喺英國長大，佢即係背景係即係孟加拉，即係佢唔係香港嗰啲咁樣。佢就話點解你一講就講Chinese food 咁樣，有冇全部嘢都同 Chinese food 有關嘅？咁唔知睇翻一啲數據咧，係去到90年代咧嘅嗰度嘅，即係英國嘅 British Chinese 咧，係90% 甚至以上嘅人咧，都係從事 Chinese takeaway 咁樣嘅。咁真係差唔多當嗰個年代講咧，就真係就係會講 Chinese takeaway 就係同呢個即係華人係成為等號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數據都好有趣嘅，即係可以喺呢個數據可能睇得到點解會有呢個，即係頭先你嗰種佢哋未必有呢種根或者一種身份認同概念嘅存在，可能因為同而家香港移民過嚟嘅人有啲唔同，就係佢哋好多都叫做經濟移民咁樣啦，即係佢哋唔係好大嘅，佢哋個族群會有好多唔同嘅職業文化背景嘅人過嚟英國咁樣，所以佢哋可能嗰種文化傳承啊或者乜嘢唔係佢哋嘅 priority 咁樣，即係純粹可能唔知嗰樣嘢會唔會，即係我都唔係話好知道啲 research 喺邊度嚟咁樣，純粹討論嘅時候有呢樣嘢。咁仲有即係第二樣想分享下就係譬如點樣同呢度嘅人去將，即係我自己唔係話超級外向咁樣去宣揚呢啲嘢，即係譬如但係我啲同事佢有啲真係會，佢理解我係點樣過嚟，同埋
即係發生咗啲乜嘢事。跟住有時我哋譬如去飲 bubble tea 咁，我就話你唔好飲喜茶啦咁樣，或者去飲 orange 茶啦咁樣。跟住佢哋就話orange 茶都好好飲喎，跟住佢哋就飲其他唔同 bubble tea 佢就影俾我睇，話我唔知呢間咩背景嘅，不過咧我哋飲嘢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唔需要話樣樣嘢都好似一開口就講政治，未必個個都咁接受得到。但係有啲人會接受得到嘅，當然我覺得，即係但係就係有呢啲個人嘅經驗，我就會覺得點樣去即係自己同人哋溝通上可以分開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嗰度，跟住佢就係最近我見到香港食咗就話我飲咗呢個豆奶布丁嘅 bubble tea 啊，我就即係影晒俾我，就話我都唔知係咩背景咁樣，我就即係幫佢分析下，佢話你點樣分到啊咁樣，跟住就覺得好搞笑咁，即係我覺得佢哋都起碼我身邊人佢哋都會幾 receptive 去接受你係唔同，而佢都會尊重呢樣嘢，或者佢作為你嘅朋友，佢都想了解你背景多啲，同埋令到你舒服咁樣。就係咁。Hello， 港姐你好啊！今次即係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可以一齊參與呢個論壇啊！咁我想分享少少我其實2次移居嚟英國嘅，所以對於身份認同呢樣嘢其實非常之有感受啦。咁尤其是對於啱啱港姐所講，好似藝術家去表達佢所想像嘅香港身份，其實係同我哋想像嘅香港身份呢樣嘢，尤其即係非常之有深嘅感覺咯。咁即係我係尤其是喺黃福園呢一件事嘅時候啦，其實相信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嘅人咧，都會即係覺得自己同香港嗰個 connection 咧係非常之緊密嘅，心入邊即係大家都仲係覺得自己係一個香港人，但係我哋已經可能離開咗5年甚至更耐啦。咁究竟我哋嗰個香港人其實同而家嘅香港人係咪同一個香港人嚟啦？咁到我哋下一代啦，20年後已經係 BBC 嘅我哋下一代嘅香港人，佢哋又係咪香港人咧？20年後喺香港嗰一班新香港人已經係新移民嘅嗰班香港人又係香港人嚟喎，咁佢哋又係香港人咧？即係呢一個位咧就係即係尤其是我係疑似，佢其實我喺某個地方已經攞咗身份證嘅，咁但係即係之前啲人咧就會問我喂，不如分項啊？我答唔答得出我哋嘅香港人咧？答唔答得出我係嗰個地方嘅人咧？甚至我而家以前移居去到英國啦，會唔會5年後我攞到永居，攞到入籍之後，我又會唔會講我自己係英籍港裔人咧？即係究竟香港人呢樣嘢，我哋點樣去界定？我哋自己點睇？我哋係咪要好 specific 咁樣去定義我自己？我哋係2019之後嚟到嘅香港，我哋係2025年之後出世嘅香港。點樣大家會點樣睇？定係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去定義，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其實就 same as 我哋上一代嗰啲就畫條一樣，同下一代都一樣，但係係咯，即係大家又會點樣睇呢件事咧？即係尤其是喺香港發生啲好大嘅情況發生嘅時候，即係你越同香港嗰樣嘢你嘅身份認同越緊密之後，你就會發現你只可以越抽離，因為你已經唔係嗰個香港嘅香港人。係呢個係我嘅想法。最後一句唔想做開話，就係頭先即係聽完港姐兩位港姐嘅分享，我就覺得即係一樣我留意到嘅嘢，就譬如第一位港姐講嘅就係某程度上香港人嘅身份認同都係一個好被動出現嘅一樣嘢，但係第二位港姐就譬如講喺文化界裏邊，佢哋曾經都好主動去想塑造建構一個香港人嘅身份，我覺得可能我哋而家就係有少少，即係就睇到呢樣嘢之間嘅拉扯 push and pull， 就係某程度上歷史已經俾咗個事實，我哋被動咁被 define 咗，即係我哋而家可以點樣主動去 define。我相信其實我哋呢一代嚟嘅香港人，甚至我哋嘅後代，可能會比即係好似頭先討論上一啲上一代嘅經濟移民會更加去花好多嘅時間去深入上去研究，我相信會更好嘅。但係即係當而家係你會知道啦，係下一個應該係。其實我想講嘅嘢，嗰兩位都基本上講晒。其實就係點樣定義為香港人咧？
喺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喺文化上，譬如你係識講廣東話就係香港人，定係有一個其實冇一個好好嘅 definition 嘅喎。我有幾次嘅經驗就係喺呢度本地遇到，你可以講係香港人啦。其實香港人有唔係話淨係華裔嘅喎，有印度裔、巴基斯坦裔或者 even 菲律賓都有嘅喎。即係我有幾次係撞到，譬如我第一次嚟，我喺英國第一次買車個 sales， 佢係印巴裔人，但係佢識講廣東話仲流利過我。亦都喺其他啲 event 度，亦都見到一啲又係印巴裔嘅，佢啲即係你問佢邊度人咁，佢都講係香港人嘅喎。究竟點樣 define 香港人？同埋有時我睇翻香港歷史，喺香港人點即係喺香港住嘅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喎。例如何東家族啦，又好得，即係個故事又好得意啦。加道理家族啦，同埋好多印巴裔嘅人係因為東印度公司嚟到香港，咁嗰班人係咪香港人咧？定話你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就係香港人，你喺香港出世就香港人，你有BNO 就係香港人。我揾唔到個答案，所以 even 我有時我自己都懷疑緊究竟係咪香港人，因為我自己嘅背景就係我中學畢業就去咗美國讀書好耐，差唔多10年啦，跟住翻到香港，我覺得同香港嘅文化係好大距離啊！諗嘢嘅方式唔一樣，咁究竟我仲係咪香港人咧？所以I don't know。我嘅想法有少少極端啦。咁我嘅諗法就係、你譬如有個上海人，譬如80日環遊世界或者乜書都好啦，佢提到上海人，咁係咪就代表嗰、個咁但係人都知道上海人係中國人嘅一部分㗎嘛？咁你真正想代表個香港人嘅話，喺度我相信呢度講嘅香港人係同中國人係有分別。如果最簡單嘅有提到上海人，就當係傳承到上海文化呢樣嘢存在嘅話，我覺得係呢個目標係冇用嘅。即係譬如你係人都知道上海嘅文化已經係中國嘅文化，你出到嚟講，你有提到上海又點啫？你係人都知，上海人自己本身都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啊嘛。咁你譬如呢度講嘅，佢已經同化咗所有上海嘅人，即使知道自己係上海文化都好啦，佢哋都好認同嗰個文化亦都係中國文化。咁如果呢個題目今日講嘅香港人唔呢一樣嘢同中國即係我覺得要好清楚咁切開，就係譬如同埋就係究竟係咪因為有人打壓就 OK 咧？歷史上有無數個文化滅絕都係經過打壓嘅喎，又點解會覺得被打壓就可以存在？被打壓就代表存在到？呢個我覺得係有啲壓超精神嘅，就係明大家其實睇到，譬如香港小新一代已經廣東學校即係都係普通話咁，好多人話喺香港大家落或者地鐵睇啲細路仔都會講普通話，咁大家都睇到即係個打壓係有效，同埋個文化係滅絕緊嘅。咁如果走嚟同大家講話打壓就係因為打壓，所以仲有香港人身份呢樣嘢，我覺得太過壓超啦。同埋譬如啱啱講福祿壽，咁好多中華文化都有福祿壽㗎啦。咁如果因為有福祿壽，就覺得係有香港嗰個感覺，我覺得有唔係
咗有個地方有個土壤去傳承落去嘛。但係今日竟然咁多，即真正要傳承呢樣嘢，其實就指向其實真係指向一樣嘢啫。你就爭取立國，你講其他所有嘢都唔係傳承嘅，即係等佢可能説明慢啲。咁即係譬如之前，即係譬如中英滅絕咗本身聯合國殖民地，香港係有自主投票係咪獨立呢樣嘢？但係中英一齊剝奪咗呢樣嘢。咁其實當香港冇咗個國家，冇咗土地個土壤去培養個文化嘅話，最終香港你始終都係你提到有香港呢個地方，齋提香港呢個地方，齋提有香港人唔夠嘅，就等於齋提上海人唔夠，因為個文化已經俾中國文化吞咗。咁齋有福祿壽啲唔夠喎，我哋始終都要有個真正有個地方土壤去培養翻我哋獨一無二中西文化交流。咁咩係香港人咧？就係、是、有翻嗰個其實文化係變動，一路變動。咁所以即係提到咩係香港人咧，就有翻香港人自身嘅文化同價值觀類近嘅，即係好難一模一樣。就算香港人好多人個想法都好唔一樣，我嘅想法同大家嘅想法都好唔一樣，係咪就係因為有想法唔同就唔係同一類人咧？其實但係始終都有一部分有整體個意識文化價值觀留喺度。但而呢一樣嘢喺香港俾中國打緊，喺英國下一代再下一代慢慢溝淡，最終都冇。咁如果真係要傳承嘅話，得一樣嘅啫，就係大家一齊向住一個目標，爭取翻中國、英國拋棄咗嗰個殖民地本身可以投票獨立嗰個身份。但係我希望真正大家面對呢樣嘢，而唔係喺度鬥氣。唔該。我覺得啱啱聽完即係呢堆討論啦，我有少少都係個人經歷上分享嘅，就係最近即係翻工嘅時候咧，有個同事就即係其實嗰個同事本身唔係傾過好多句偈，可能真係兩三句，第一日見到咁樣嘅啫。跟住佢突然之間問我 ，Is Hong Kong part of China？ 即係我覺得嗰下我有，即係我覺得好多嘢想講，但係唔知喺邊度講起嘅感覺。跟住就覺得呢個問題係即係好原來係咁難同佢解釋到咯。跟住之後，總之我最尾我有答到佢，即係當下我覺得好 complicated 啦，就係咁樣好 complicated 第件事啦。咁有簡單咁樣講咗一兩句，跟住之後我再有補充就係類似 geographically yes， 但係 politically 我哋又未必咁樣 identify 自己係咁樣。我唔知即係咁樣深敲答完之後，對方係會點諗，因為本身同佢唔熟悉啦。咁但係 end up 總之都係即係咁樣就完咗。但係我覺得係呢個問題上面之後係會自己又再思考多咗，究竟即係我哋咁樣過到嚟，即係傳承嗰樣嘢，即係可能係講緊我哋自己想同人哋分享究竟我哋自己文化，定係即係再講多啲就係究竟譬如我哋或者我哋下一代或者即係各樣嘢嗰個，即係嗰件事到底係要去到幾大啊，或者係好 individual 咁樣去睇嘅，係應該係即係嗰個程度應該係點樣咧？跟住即係總之另外即係過多一兩日後啦，咁咁啱又認識咗另外一個係孟加拉嘅嚟嘅同事咁樣，跟住即係佢即係同佢傾開偈啦，跟住佢有分享咧，佢同埋另外一個巴基斯坦人嘅同事嘅一
有少少令到佢唔高興嘅位咧，我覺得原來都有啲類似咁樣嘅感受，就係佢就話分享話佢嗰日咧就嗰個巴基斯坦同事咧就諗住同佢傾偈，咁跟住之後咧原來佢識嗰種語言咧就係主要巴基斯坦人就用嗰種語言去講嘢，跟住 Bangladesh 嗰種咧其實係另一種語言，咁我本身唔清楚啦，咁我就繼續聽，跟住之後佢就再講到就話其實佢自己本身好驚自己要用巴基斯坦嗰種語言，因為佢以前成日會俾人取笑啊，覺得佢講嗰種語言嘅時候會講得唔正啊各樣嘢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原來佢又講話巴基斯坦嗰個同事咧就即刻同我講話，如果你唔識呢種語言嘅話，你唔好繼續同我講落去啦。即係我可能分享嘅嘢拉得遠咗少少，但係我覺得係有一個有共鳴嘅感受，就係有即係譬如可能以前再早啲嘅 generation 嚟到呢度嘅人，可能真係有啲人未必真係淨係用廣東話，又或者佢哋嘅後代其實認識多咗嘅唔係廣東話，係真係普通話，係啦。咁但係喺呢個語言文化上嘅究竟，即係嗰樣嘢嗰個傳承又係點樣咧？我覺得呢個位都係，即係我會有好大嘅反思咯。大家都分享咗我純粹我一路諗嘅啫，好似慢慢有個框架出咗，我唔知可能我講出嚟大家會唔會認同？我諗即係當我哋討論一個 identity 嗰陣，我哋都會慢慢會諗下個形成嘅方法啦。咁難免就會有主體客體我者他者嘅分別。咁我都講到就話一定會有一個他者度，咁即係我哋可以講話香港人呢個主體係被一個好強大嘅他者係中國咁去形成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主因，我亦都認同就係我都會發現就係可能之前咁，就算喺中國出現之前咁，其實已經可能有呢個咁嘅苗出緊嚟㗎啦，係可能啱啱講話我講係可能甚至係講香港嘅語法牆嗰陣已經出現咗啦，因為嗰班人已經未必係華人嚟啊，嗰班人係一啲混血兒嚟嘅，甚至係可能嗰陣已經出現咗呢個。91年嘅係啦，咁我覺得嗰可以係一個好強大嘅他者，可能嗰種嘅他者係講緊係白人，或者係成個世界嘅其他人。咁我哋應該點樣定義自己咧？咁我諗慢慢到係中國嘅時候啦，咁我哋會有好強大嘅他者出嚟，中共想打壓我哋，就會令到呢個講緊點樣定義我自己嗰度開始慢慢更加鞏固咗啦。咁可能嗰陣就比較係香港華人比較多啦，係嘛？所以先會有所謂我哋會講話，究竟我係咪呢種華人定嗰種華人嘅分別？咁所以我覺得首先呢度我覺得比較複雜，因為尤其是英國其實都比較多係，我諗可能係因為英聯邦嘅關係，咁比較多係非華裔嘅香港人。所以我見到其實範圍學呢度，因為佢比較多非華裔，咁所以好多人其實因為有家族嘅關係，所以甚至過嚟投靠咗親戚嘅。即係 BNO 之後，我識好多 BNO 嘅非華裔。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新議題，究竟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啲我者可以好好保存嘅同時間，可能我諗可能兩位講者都認同就係可能有一種係咪一種 deliberate exposure， 就係我哋點樣去安全咁暴露喺度，去暴露俾一個他者出現，然後令到即係我哋可以慢慢透過同唔同人去接觸，然後慢慢去確立翻香港人呢個身份認同咧。當然同英國人接觸，咁我哋可以話 OK， 我哋同呢個英國人唔同喎，同中國人接觸喎，我哋同呢種華人唔同喎。咁佢慢慢有一種意識喺度咧。咁我諗慢慢會有個問題出現，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安全咁做到呢樣嘢？我覺得而家嘅問題就係我哋好難有一個好穩定、安全嘅系統做呢樣嘢，因為可能以前香港嘅時候，咁我哋有一個港英政府喺度啦，咁至少佢哋都唔會好打壓呢個言論自由係嘛？咁但係而家中國喺香港而家有全面管治啦，咁
而家越嚟越難有安全嘅環境喎。咁而英國嘅話，我哋又有統戰喎。咁我哋爭緊係啲乜嘢去佢哋個安全咁去面對呢樣嘢咧？咁可能係文化，係咪都可能係一啲語境嘅問題，即係我哋點樣表達自己咁啦。可能呢個都係一種方法啦。咁我想問一問兩位講者或者可能其他人啊，或者在場嘅朋友，咁你哋會唔會認為一種適度嘅暴露或者一種安全嘅暴露喺他者之間或者唔同文化之間係一種可行嘅方法，或者係對於身份認同建立一種方法咧？而如果你哋認同嘅話，咁其實我哋而家對於呢種所謂安全，咁爭緊一啲咩嘅 infrastructure 咧？即係可能係一啲語境嘅教育啦，一啲文化嘅教育啦，一啲社群網絡去支撐我哋一啲韌性啦。而家我哋缺少嘅係啲乜嘢？好，唔該晒。我未必可以直接回應到呢個，但我都係有少少嘢想分享。啱啱頭先嗰個佢已經離咗場，咁之後就係想即係講翻，都係自己一啲自身嘅經歷去令到一啲反思，就係咁我翻工咧就係會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佢哋嘅身份文件咁樣咧，即係譬如 passport 啊，或者佢哋 BRP 咁樣啦。咁之後咁香港人咧嚟到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報嘅時候一定寫住 nationality 咧係香港嘅。咁但係咧好遺憾嘅，香港嘅 passport 上面寫你嘅 nationality 係 Chinese。咁我就每次都要同一個香港人解釋就係話，唔好意思，你 passport 上面寫 Chinese， 咁佢未必知道我係咩人嚟嘛，所以我哋一定要跟翻喺 passport 上面。其實我心裏面係會有少少唔舒服，但係我做下咧，咁我都呢個唔舒服都冇咗，咁就覺得admin 就係 admin， 咁要改咪改咯咁樣。咁有一日有個同事就同我講，主任同我講就話，其實我覺得咁樣好差㗎，你個個都寫香港，跟住我而家好似要消滅咗或者 erase 咗你哋嘅身份認同咁樣。咁我哋而家咁樣改落去，改下，咁你哋之後咪個個人都係照寫自己嘅 Chinese 咁樣。我覺得呢樣嘢好差咁樣，即係反而佢會即係能夠設身處地去諗翻入嚟點解啲人會咁樣填寫，而我就反而我自己就有少少好似麻木咗咁已經，跟住佢就同我討論咗好耐呢樣嘢咁樣，之後就覺得即係當我自己係住喺伯明翰咁樣啦，我覺得呢個地方係一個好多元嘅地方，亦都冇大家可能諗到嗰種互相去點講，即係唔同嘅人去接觸或者去自己身份嘅界定，會其實有咁多，其實人哋未必覺得咁 confusing， 即係好似愛爾蘭人咁樣，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好理解到你國家係咩國家，唔代表你係咩人㗎嘛，即係好多呢啲例子啦，即係譬如庫爾德人啊咁樣嗰啲，所以我覺得其實個環境或者土壤係某程度上我接觸嘅係可樂觀，即係我覺得唔 hostile， 即係好多人都會好願意去理解你既然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你係乜嘢？咁你即係佢會肯聽咯，即係所以我都明白會有嗰種就係我哋係咪不停咁要自證，咁冇辦法嚟到一個我哋唔係自己嘅地方，咁你想有呢個身份繼續傳承落去，就係有呢種好似不停自證嘅階段咁樣，但係其實人哋可能係好願意去理解嘅，即係我接觸到嘅人都係咁樣啦，同埋我覺得譬如身份同建國之間嘅關係就係、即係我絕對係認同係需要建國啦，但係冇香港人嘅話，咁邊個去建國咧？所以點解就要傳承落去？點解要有香港人？就係因為就係會想，就係有呢啲人先至會有呢個國家，而佢唔會自己彈出嚟嘅，即係唔係中共話 OK 今日俾你建國咁樣，咁你都未必見到出嚟啦。你就係要有翻自己認同自己嘅人，你先至會有呢個實力去做呢樣嘢咯，就係咁樣。係咪就冇現場嘅要講幾句？我最後問一問，咁其實即係
突然諗起今日啊，今日機會令到大家好聚埋一齊啦。咁你覺得即係而家我唔知啊，我唔知我係混居多啦。咁其實你覺得可能呢啲咁嘅定期嘅社區活動，其實而家多唔多嘅咧？或者喺其他地方咧，或者係可能社區中心會唔會幫助呢樣嘢咧？我都想睇下你哋點樣睇下呢類嘅議題。好，交翻個咪俾兩位嘉賓。好，多謝各位嘅精彩嘅言論，好開心有咁多朋友係咁去講出自己嘅感受。咁我簡單回應幾句啦。其實頭先咁多位所講嘅問題咧，去到最尾有個可以好高度歸納到一兩個問題出嚟。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咩咧？而家嚟到英國之後咧，中共嗰種嘅打壓咧，即係跨境嗰種打壓咧，其實喺你唔可以否認佢係有效嘅，其實真係有效嘅。我哋未必係會咁放膽嚟到去做一啲香港人嘅術，或者甚至乎係未必放膽去參與香港人嘅集會。最少集會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戴住口罩啦，即係好多人都從事關於香港咁樣。呢樣嘢係大係即係會降低咗嗰種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嗰種嘅論述，嗰種嘅主動性係咪啊？咁頭先問啊嘛，即係話點樣可以安全暴露自己出嚟？其實佢就係想你唔出聲。每個人心目中都係想有一種，即係都會有一種驚恐喺度。我出咗聲之後，會唔會聽日就會有人即係敲我門甚至乎係我下次翻香港嘅時候咧，就唔俾我入境咧咁樣，都會有擔心啊嘛。即係每一次你當你揾合作方嘅時候咧，佢都會話：我要翻香港啊，我呢度暫時唔好啦咁樣。即係就算你嚟英國之後咧，都會有呢個咁嘅可能性係咪啊？咁所以我哋每一次揾人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到佢最尾都會即係都係同一個問題就話。你係要適當衡量一啲嘅風險，先決定你參與幾多，即係支持嗰啲嘢。咁所以每一個人其實嗰個嘅情況都唔同。譬如話我自己，我係唔單止唔翻香港啦，我因為唔翻得香港啦，咁所以我就可以我可以用得好盡嘅，係咪啊？咁但係未必個個可以即係咁嘅情況㗎嘛。咁所以每個情況都會有唔同，係啦。咁就但係問題咧。另一個 contrast 咧就係頭先有朋友都講過，就係話其實本土嘅人咧，本地嘅人咧，其實係真係會好願意聽我哋講嘢啦。甚至乎即係如果我哋爭取嘅時候咧，有冇可能就話將來所有嘅表格上面，我哋 nationality 都會有香港咧？有呢個可能性嘅。咁所以其實個將來就完成咗啦。我哋會動員到幾多人嚟到去做一啲香港人嘅論述？呢個就呢樣嘢大家做完都就話。好似會越嚟越少因為大家已經開始即係 settle down 攞咗永居之後嘅話咧，有啲人可能繼續出聲，但係好多嘅話咧就會係沉寂咗落去即係個情況會點樣咧？呢個係會令人哋即係擔憂。咁點樣可以善用到本地人嗰種嘅善意嚟到去擴大即係嗰個香港論述咧？呢個可能我哋嚟緊會要做多少少。咁就回應兩個問題啦，好簡單講，即係話頭先啲朋友講話係 Is Hong Kong part of China？咁其實如果俾我去回答呢個問題咧，我就唔會即係唔會好硬翻嚟到去回應。咁我就會話咩咧？其實情況就等於你問一個蘇格蘭人，你係咪翻落？即係蘇格蘭係咪翻落即係 UK？ 唔同嘅人個答案又會有唔同，視乎你身份認同問題。因為身份認同咧情況就好似性別同埋性別認同一樣 ，sex 同埋 gender 係唔同嘅。by birth 你係一樣嘢，但係你嘅身份認同係一樣嘢。咁所以身份認同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彈性喺度，佢唔係一個 black and white 嘅 model answer， 而係真係視乎你嘅個人經歷同埋你嘅即係你嘅志向啦、你嘅願景啦，各樣嘢嚟到去決定你會有咩答案。咁所以我哋唔會從來唔會去強迫一種嘅認同落去一個人身上面。你中意認同你啲中國人咯，中國香港人或者香港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冇所謂。但係問題呢個係出於一種自願。但係問題中共就唔係咁睇啊嘛，佢哋一定要認同係中國人，咁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嘅出現。咁所以你睇翻個成個詞語嘅建構，譬如話假設我18區裏邊，我認同自己，即係我話我係灣仔人、大埔人，得唔得？得。灣仔人、大埔人、香港人、上海人、中國人，你見到個詞語嗰個建構係一樣嘅，但係問題呢幾個字嗰個嘅性質係完全唔同。所以唔係從嗰個字面意思去睇，而係睇翻每一個字本身佢哋個 context 係如何。18區裏面嘅人自己認同自己嗰個區冇問題，因為呢樣嘢冇政治能量嘅，係咪啊？咁但係問題香港同埋中國就唔同啦。當香港人呢個概念出現嘅時候
所以呢個咧主導嗰個嘅捍衞咧就因此而形成咗。咁所以到嗰陣時咧，大陸就開始鎮壓你呢一個嘅身份認同啦。我每次你做講香港人嘅時候咧，就必須要講中國香港人，甚至乎而家就直頭唔俾你去講，係咪有咁嘅過程存在住喺度？咁所以佢香港人同上海人唔同喎，呢個性質完全唔同，甚至乎係佢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就想消滅香港人呢一個詞語同埋嗰個概念，只係準備用或者想利用中國人呢一字，係咪啊？咁所以你會好得意就係話香港人呢三個字，其實佢而家嘅存在已經等於係抗衡緊中共，抗衡緊中國人呢個身份。咁所以呢一樣嘢，可能喺好長嘅時間裏面，都係一個我哋需要去俾人 remind 嘅情況。即係香港人係等同於係同中國人嘅身份兩者之間咧係有一個衝突存在住喺度，係咪啊？咁就我諗我報完嘅多先。係咯，好開心喎！因為我哋之前同一齊傾電話就唔知我係咪冇人會回應咁，但係大家冇咁有討論好。首先讚係咯，我認同要建國啦。跟住頭先講話 Hong Kong identity 嘅問題嘅時候，我諗起有時以前即係出嚟做創作或者展覽嘅時候，跟住啲人就會即係譬如你自己點介紹自己咯。因為其實香港喺香港嘅藝術界入邊咧，比較近年先至有呢個 term 叫 curator 策展嘅，以前冇嘅。藝術博物館入邊都嗰個 curator 都唔係做緊我哋依家想像嘅當代藝術嘅 curator，但係你點去 identify 自己？你真係稱自己為 artist， 你咪就係 artist； 你稱自己為 curator， 咪就係 curator， 咪就係其實呢個係最基本第一步啦。咁跟住你就係向 others 向第三者去簡介自己。所以我都認同係首先第一就係真係我哋有一班自稱為香港人嘅香港人，係好勇於去講自己就係香港人咯。咁但係絕對認同頭先講香港人或者香港文化肯定係多元嘅，我個人都係。其實我成日都想除咗我哋係佢哋可以搞一啲嘅社區活動，其實係睇寫香港嘅英文詩咯，或者用英文去寫香港嘅文學咁樣，其實都有一大紮。不過我哋譬如係咯，我哋其實絕對唔係話香港人只會用華語或者香港語或者中文或者廣東話去寫作，絕對唔係，亦都係一個好多元嗰個文化土壤，其實已經係存在咗。不過我哋可能未必喺我哋自己係咯自己嗰個羣體裏邊，有時去到 recognize 好被 recognize 呢樣嘢。咁另外就係我想補充少少，其實頭先講福祿壽嗰個，其實我就係覺得好遙遠啊！福祿壽嗰啲公仔對我嚟講，我覺得我唔係好認同到。但係如果我嗰個 artist 朋友佢會 identify 自己嘅香港人，甚至會去幫手捍衞我都認同嘅香港人嘅核心價值，絕對冇問題，人一齊都係 friend， 係絕對 OK 咯。另外就係絕對同意建國係其中一個方向嚟嘅，但係我都覺得係好怪嘅，因為如果你睇翻成個整體嘅嗰個解釋，所謂去殖解釋嘅歷史脈絡，香港梗係好似遲過人哋好多咁樣啦，即係嚟到你啲解晒殖啦。咁當然唔係話即係係啦嗰個嘅帝國離開咗，佢哋就獨立之後就好多地方都係冇問題和平，即係仲有好多混亂嘅狀況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係咯，即係唔知嘅，即係梗係睇歷史裏邊脈絡裏邊睇翻一個，梗係好似格格不入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有同我哋類似嘅朋友，其實台灣嘅情況都有啲似嘅，即係一個殖民者離開咗，第二個即係佢哋眼中嘅殖民者又嚟到，都同我哋依家嘅狀況係近似，但係個年代就相對遠嘅。但係所以嗰裏邊可能有啲嘢可以互相參考嘅，我覺得。另外認同嘅，即係如果嗰個自決權嗰個其實都會係一個 international law 裏邊，其實我哋仲係有得爭取嘅，係即係絕對未完嘅嗰個，我哋有得復場嘅，我時覺得話，就係我哋即係可能首先可能安全嗰個狀況裏邊，我贊成頭先講大家都會認同啦，文化裏邊我哋以香港人嗰個身份，你覺得邊樣你自己係最擅長、最想做嘅，就去將嗰樣嘢發光大聲。咁我頭先講過有個，我會認為如果可以喺文化嘅前面裏邊揾到啲 anchor point， 我覺得係好嘅。即係之前我舉一個好快嘅例子，就係2年前喺 Sheffield 做咗一個比較 Sheffield 同埋香港夏愨道嘅一個 project。其實就係睇翻Sheffield 嘅夏愨道，因為我去呢
經過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有感覺嘅。咁其實純粹由一個直覺開始，但係嗰個直覺令到我去發覺到 Sheffield 嘅夏愨道嘅街坊其實個 community organizing 個社區營造嗰個力量都係好強，就令到我諗翻起即係香港夏愨道種種嘅香港人嘅經歷咁樣。於是就喺嗰個比較裏邊，然之後去邀請好多人去都去認識我哋香港人嘅夏愨道嘅歷史。即係我覺得可以去更加天馬行空有創意地去揾你嗰個你依家呢個 locality 入邊同香港有關係嘅啲 anchor point。哪怕我哋可能仲要好耐之後先至可以填補或者復覺，但係我哋個歷史唔會係就咁就被抹殺晒。嗰個夏愨道嘅 project 嘅嗰個嘅所有嘅 material 其實包括我訪問Sheffield 嘅夏愨道街坊同埋 Sheffield 嘅香港嘅朋友，咁我哋 interview 裏面嘅文字全部都攞晒去 Sheffield Archives， 佢哋都好好，所以其實本地人真係有好多嘅事意，同埋佢哋亦都好認同成個 decolonization 嘅 process 係未完全完成嘅，咁亦都好樂意喺呢啲每個小節裏邊去做更加多，咁我哋都可以喺呢啲面向可以做更加多。我補充少少啊，咁頭先阿 Clara 又講過啦，跟住又講過啦，即係福祿壽呢三碌音咧係頭先出現咗幾次，跟住我突然間諗起一件嘅往事，或者我哋知一個好有趣嘅事，咩？錯，聖母瑪利亞，呢個咩古仔？